那边。谢谢现场所有们江湖话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热情的掌声在哪里呀？是我们中华县最特别、最可爱、最亲切的尖叫声。 这一半了。掌声加好听的尖叫声，再来听一下好不好？从右边到左边。后面不要。耶，太棒了哦！会不会打孩子？双手送给我，想去就走，侧开的两边嘴啊！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